自忘不該忘，當勤而不勤，氣力執所愛，卻擅自強者。自己忙活於不該忙活的，不該如理作意的，對要努力的，當如理作意的，卻不努力，放棄了增上戒學等三學的利益，執迷於喜愛的五欲者，卻羨慕自我精勤完成戒定慧者。何時皆莫交，愛與不愛者，不見愛者苦，見厭者亦苦。一次也，不要與喜愛的人事物結交在一起；一次也，不要和不喜愛者結交在一起。見不到喜愛者痛苦，見到不喜愛者也痛苦。是故莫生愛，與愛分離苦。若無愛憎者，彼等無繫縛。所以不應憎添。任何喜愛的人事物與喜愛者分離，真不好。對那些沒有愛憎者，他們不存在四種身繫。因喜愛生憂，因喜愛生懼。解脫喜愛者，無憂何有懼？因為喜愛產生憂愁，因為喜愛產生恐懼。從喜愛解脫者，沒有憂愁，從何而有恐懼？因親愛生憂，因親愛生懼。解脫親愛者，無憂何有懼？因為親愛產生憂愁，因為親愛產生恐懼。從親愛解脫者，沒有憂愁，從何而有恐懼？因欲愛生憂，因欲愛生懼。解脫欲愛者，無憂何有懼？因為欲愛產生憂愁，因為欲愛產生恐懼。從欲愛解脫者，沒有憂愁，從何而有恐懼？因欲樂生憂，因欲樂生懼。解脫欲樂者，無憂何有懼？因為欲樂產生憂愁，因為欲樂產生恐懼。從欲樂解脫者，沒有憂愁，從何而有恐懼？因渴愛生憂，因渴愛生懼。解脫渴愛者，無憂何有懼？因為渴愛產生憂愁，因為渴愛產生恐懼。從渴愛解脫者，沒有憂愁，從何而有恐懼？具足戒與言，住法悟之地，完成己道業，世人敬愛他。具足四遍正戒以及與道果相應之正見的，住於以證悟九種出世間法的26行想證悟四聖諦，故以諦自悟之聖諦的，正在圓滿自己之三學道業的那個人，能得到世間大眾的敬愛。對離言喜欲，能一意遍及，心不受欲縛，稱其為上流。對不可言說的涅槃生起意欲，並能用前三種道果心遍及完成，並且對諸欲界、對諸欲樂心不被結縛，他稱為上流者。久別離鄉人，自願平安歸，親朋及好友歡喜相迎接。背井離鄉已久的人，從遠方平安歸來，親戚朋友和知己非常高興他的歸來。積德者如是，此生到後世，諸福德仍彼，如迎愛親歸。同樣地，積下福德之人，從今世去到後世時，贈送天界壽、色、樂等10種禮物的福德，就像歡迎喜愛的親戚歸來